大家好，美偉醫療，我哋今日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新嘅 Scalio Horizon S5 氧氣機。咁首先機器好簡單嘅，開關，聽到會有開關嘅聲浪啦。咁我哋喺呢個位置校翻正常嘅份量。咁呢部機器咧係由0.5校到可以最高去到5嘅。咁一開始我哋會見到機器咧喺度檢測翻我哋機器嘅能力。咁機器一直顯示 high 咧，代表係正常。如果機器喺呢度顯示 O2 low， 代表機器係有問題嘅。咁另外啦，呢個咧就係機器運作緊嘅時間記錄。咁譬如1分鐘啦、10分鐘啦、1個鐘頭啦咁樣嘅記錄。好啦，機器嘅喉管會喺呢個位置做安裝。咁當機器正常運作嘅時候，一直都會顯示 O2 high 呢個字眼嘅。假如有唔同嘅問題嘅時候，機器會有警報啦，畫面亦都會有顯示嘅。咁正常我哋機器運作嘅時候咧，會有呢個聲浪嘅發出。好啦，大概一段嘅時間，我哋需要咧再處理一下清潔上邊嘅問題。咁反轉過嚟啦，機器嘅背面咧會有呢個位置，一個隔層嘅位置啦。咁我哋要定時清潔嘅，建議每一個星期去處理一下啦。咁啊，海綿殼攞出嚟洗嘅。咁啊，風乾之後擺翻入去。咁今日咧特別都提一提大家，因為發覺咧唔少嘅客人咧都唔係好清楚，其實氧氣喉咧首先係擺正鼻哥，左右兩邊掛耳仔，留意喉管咧，我哋係唔穿過頸嘅，靠呢個去套住，防止嗰個喉管脫落嘅。咁今日分享就咁多，多謝大家。